世界杯到咗啦，咦，前面仲有個雙妹乜添？今次都有係女神級數啊！又嚟到思日國際水會啦，今日又上去4樓，出咗 lift 之後呢，即刻見到啊，成個杯喺度啊！國際將屏上看世界杯盛宴，舉起手，搖一搖，哎，對，好。大家都好積極啊，迎接世界杯嘅來臨啊！哇，不過個鏡頭呢，好似有少少震震地嘅感覺啊！一陣間睇下有冇邊個足球寶貝得閒同佢傾下偈先。哇，呢個就係超迷你嘅雙妹乜其中之一啊！呢個係妹妹嚟噶，家姐仲未到啊！其實呢度啊，每個足球寶貝呢都有各具特色啊！大家有冇邊個比較中意呢？或者中意邊個球隊呢？位足球寶貝啊，平時都好忙啦，今日終於得閒啦，見到佢啦！哇，真係皮膚都好白喎，佢真人。而且啊，佢言談舉止啊都好斯文啊，真係成個淑女咁嘅 feel 啊！咦，你在忙什麼啊？加個微信吧。這麼快，第一句就加個微信可以？對啊。這麼好，你是什麼號碼？46哎。哦，你多高啊？你去玩不？沒有去。1.65啊？跟我差不多啊。跟你差不多不可能，你比我高多了。哦，鞋子比較高吧？你鞋子也挺高啊。你給我你是穿鞋子知道是1.65米嗎？我穿鞋子1.7米。1.7米。哦。跟你差不多了。再問多一個問題，你要真的回答我。啊，你說。現在多少歲啊？18。好，謝謝。問你就是18。我1個禮拜沒見到你，我心都天天在想你。是不是看到又漂亮了？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。真的嗎？真的。謝謝誇獎。你來這裡多久了？我來1年多了。1年多了。對。我看你朋友圈，以為你之前是打桌球的。打桌球的？對啊，你打桌球還厲害嗎？我可以呀。可以。對啊，要不要現場去試一下？可以啊。真係爆！303啊，篤波啊，真係有姿勢有實際啊，顏值實力並存啦。好啦，攰攰地呢，又到6點鐘啦。6點鐘啊，呢度啊都有自助餐噶喎，而且其實呢咁多間水會裏面呢，呢一間嘅自助餐嘅質素呢，一直以嚟呢都保持到佢嘅水準嘅，其實唔錯噶，我覺得。有魚有肉有蔬菜，仲有湯，咁啊真係其實幾好噶。你睇後面呢個魚幾野味。